好，咁呢條片咧，主要咧係講向量嘅內積，或者叫做向量嘅數量積。OK，咁啊，數量積、向量積係乜嚟嘅咧？啊，呢度自己注意翻啦。我哋咧寫向量嘅積咧，我哋以前咧就知道，譬如 A 乘 B 咧，喺代數式係邊個乘好係唔寫係咪？咁我寫成 A 一點係咪？或者直頭寫 A B 都得。咁但係如果係向量嚟講咧，佢嘅積咧，特別係呢隻內積咧，我哋得一種寫法啫，就係只能寫一點。啊，依點咧就明顯少少啦，到時 OK。咁呢個就係佢嘅寫法啦。咁佢有佢自己嘅公式嘅。咁咧公式咧就係 A 模 B 模，即係佢哋嘅向量嘅長度啦，乘翻 cos 兩個向量之間嘅夾角。OK，嗱呢度咧我要特登去講講啦，模就好簡單，長度自己代嘅啫。OK，咁但係呢一個角咧，我要講講就係夾角，我哋知啊，如果兩條直線咧，佢哋嘅夾角咧，我哋通常地係會指嗰隻鋭角，啱唔啱？係嘛？即係除非佢兩個互相垂直，咁就直角啦。我哋好少咧係會講呢隻鈍角嘅，啱唔啱？但係向量咧，佢寫夾角嘅時候咧，即係呢一個寫法咧，佢係有自己嘅限制，就係咩咧？一定要係尾巴對尾巴，啊箭尾對箭尾先得嘅。例如我而家一個叫向量 A，一個叫向量 B，OK，譬如呢個叫 A 向量，呢個 B 向量啦。咁我哋嘅尾巴咧就係咁樣對住，一定要掂住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先可以叫做呢一隻 alpha 咧，叫做佢哋嘅夾角，先可以叫做 A 向量、B 向量嘅夾角。呢個第一。第二咧就係話佢咧本身咧，如果兩個尾巴係咁樣對住嘅時候咧，我哋啊呢個夾角咧係鈍角嚟嘅喎，就係頭先我所講。哇！原來夾角係可以係鈍角嘅，就係向量嘅時候咯。啊，即係佢係咁樣寫就得啦。明唔明我意思啊？呢個係主要知道啊，一定要尾巴對尾巴。即係譬如如果兩條平行線，佢嘅夾角肯定本身咧，你就會話夾角係零度噶啦，係咪先？但係如果佢兩條線咧，我係向量嚟嘅，上邊有向量嘅，譬如咁樣，呢個向量係平衡嘅，A 向量、B 向量平衡。OK，其實冇平衡呢個概念啊，共線啊，係啦。咁我哋成個夾角係幾多度啦？冇錯，就係零度。但係如果佢係咁咧，如果佢今次係對住嘅咧，嗱，我哋用翻頭先咧 pat pat 向 pat pat 嗰個概念啊，我都補翻俾你先啦。點解佢哋兩個咧會係零度咧？係因為講個向量可以任意平移啊嘛。你諗下，我要將佢尾巴對尾巴嘅時候，佢兩個夾角咪零度咯，佢哋重合咗嘛，係咪？OK。但係如果我而家講緊嘅呢一個係尾巴對尾巴，仲要係反向嘅向量咧，我哋共線得嚟反向咧。啊，咁佢哋嘅尾巴對尾巴係咁啊，咁呢個時候佢哋嘅夾角咧就係180度，即係派啊。嗱，呢個要注意翻，知唔知道？OK，好啦，呢度頭先講鈍角、鋭角咧，始終公式入邊咧，我哋呢個地方咧，佢係前面跟咗個餘弦函數嘅，即係 cos。cos 餘弦函數佢本身咧，我哋記翻以前啊，CAST。所謂嘅鋭角指第一象限定至90度。所謂呢啲咁嘅大過90度至180嗰啲之間咧，二分派到派之間呢啲咧，啊100度啊101度嗰啲咧，叫第二象限。而且咧，佢 cos 喺呢個象限咧係一個負數嚟嘅。啊，咁即係咩意思咧？佢有時呢一嚿嘢乘出嚟咧，你話係負數嚟嘅，好冇？咁啊當然啦，都要補翻少少有道公式你哋啦。有道公式咧，我哋咧唔講有道二啊，講有道一，即係咩咧？冇咗奇變偶不變呢個嘅。淨係得負號看象限嘅啫，OK？咁我哋而家咧就，而且佢而家講夾角嘅嘢咧，我哋咧一係鋭角，一係鈍角咁樣，我哋就淨係討論一二象限算啦，得唔得？嗱，即係過去計算嘅時候咧，你要知道 cos 咧佢本身咧第二象限係負嘅，但係如果我同你講呢個係30度咧，對稱嘅話咧呢邊都係30度，咁到時我 cos 150度咧個值係幾多啊？咁啊 cos 係餘弦啊。佢本身咧個函數係關呢個直角三角形，或者叫呢個直角三角形事嘅。咁如果 cos 佢本身嘅定義 cos alpha 先算啦，佢本身係 x 除 r 啊嘛，r 就係指呢條斜邊嘅長度。OK，咁其實發現如果我同你講呢兩個三角形全等嘅話咧，如果呢個刻度係1嘅，呢個刻度就一定係-1，好 OK？咁所以其實如果我要計85度咧 ，cos 85度咧，我先計 cos 30度幾多啦？點解咧？因為180度同85度咧爭咗30度，咁既然呢兩個三角形全等，咁我點解唔計呢一隻咧？係嘛？即係意思係一樣啊嘛，係咪先？所以我計咗呢個先，計咗呢個之後啊，即係譬如我計 cos 乜嘢啊？85度同 cos 30度爭啲咩？就係爭個負號，因為
講咗啦，斜邊一定係正數，鄰邊咧就係爭個相反數，就係一嘅時候佢係-1。咁所以其實 cosine 嘅85度咧，個值同 cosine 30度咧，只係相差個正負號嘅啫。所以到時你哋唔需要擔心話，我計向量嘅時候咧，啲有道公式唔係咁記得啦，冇咁複雜嘅。你純粹就係諗下呢隻150度，你用180度減一減佢，剩低幾多度，前面俾個負號就得㗎啦。OK，咁啊當然啦，sin 咧就冇嘅，因為 sin 一二象限都係正，即係咩咧？sin 嘅85度直接就等於 sin 嘅30度㗎啦。咁呢兩個你要知道，好冇？因為有陣時計面積要用呢個啊，但係大部分嘅題要用呢一個啊。咁基本嘅鋪排咧就講咗啦。OK，咁呢條公式咧就講咗大概點用，有咩注意啦。但係事實上啊，佢呢度咧仲有個二項嘅，就係話 cosine 嘅呢一隻角，到時二項完咧就係等於 A 向量點成 B 向量，跟住 A 模 B 模咁樣。OK，咁啊當然都有咁樣嘅計算方式啊。OK，呢個要知道得唔得？好冇？咁啊到時有機會係負數啊，主要係呢一個睇下乘出嚟佢值，佢有冇俾你係咩嚟嘅？OK，咁啊頭先講到正負啊，提你哋啦。呢一隻角咧，如果我話 cosine 向 AB 向量 OK 等於1/2。OK，咁我知啊 cosine 幾多度係1/2知啊 cosine 嘅60度係1/2，咁呢度寫3分派係咪？啱唔啱啊？AB 夾角就係3分派，即係60度啦。OK，但係如果佢話 sin 咧，你要小心啦。即係譬如 sin AB 嘅夾角咧，呢個喺高一嘅時候學過係咪？佢係1/2嘅。咁咧，我哋咧就有兩個答案係咪？一個咧係6分派，另外一個就5/6派啊。記住咯，呢啲幫你溫翻。記住有兩個可能啊，因為 sin 第一、第二象限都係整數嚟㗎。OK，咁啊當然有時要用通解添啊，但係呢個唔 further 講啦，唔講啦。OK，好啦，做題嗱，你功課嘅第一題咧，佢本身咧呢度咧佢話有個 A、B 嘅夾角啊，咁嘅形式就係夾角，就係2/3派之外頓角，俾兩個模你，叫你求呢嚿嘢係幾多嗱。呢一度咧有少少要注意嘅就係，佢而家唔係直接叫你求 A、B 係幾多啊，記你計呢嚿嘢係幾多。咁呢一個咧，其實咧，我哋要有樣嘢一定唔可以錯嘅就係咩咧？呢一嚿合出嚟嘅係一個新嘅向量，而呢一個本身又係一個向量，佢哋兩者用乘用積咧，我哋乘積咧係唔可以咩啊？唔可以唔加呢一點啊！因為任何向量嘅內積呢一點係一定要寫嘅，所以如果你直接冇咗呢點寫成咁樣括弧，就咁 A 向量咧，佢扣好多分㗎，知唔知道？因為佢意義唔係嗰樣嘢嚟嘅。呢個 O K 先？可以啊，自己注意翻啦嚇。O K，好，跟住仲有睇條，我哋咧就咁乘開佢就 O K 啦。好似呢個咁乘開就 O K，乘法分配率啦，知道嘛？即係好似呢條咁乘完出嚟就係兩個 A 向量乘 A 向量啦，同埋 B 向量乘 A 向量。OK，嗱向量嘅內積咧，呢個交換率係有喺度嘅。啊，去到高三嘅時候有個差乘咧，就另外一樣嘢，呢個叫點乘內積咧就可以調轉。OK，得唔得？好啦，然之後你留意到咧，呢度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就係呢個位置。OK，佢變咗個平方。OK，嗱，其實呢個咧都解釋到啊，我喺翻呢度順便講埋啦。其實兩個相同嘅向量自己乘自己咧，都好簡單嘅啫。佢點解會直接等於自己嘅模嘅平方咧？原因就係因為呢個會等於 A 模乘 A 模乘翻 cosine A 向量同埋 A 向量嘅夾角。呢兩個係同一個向量，佢哋嘅夾角佢哋係共線並且連長度一樣啦嚇。反正佢哋嘅夾角咧就一定係0度，代表乜嘢咧？呢一個出嚟咧肯定係1。點解啊？因為 cosine 0度啊就係等於1。咁所以呢兩個乘埋咪就係 A 向量嘅模嘅平方咯。所以記住啦 ，A 向量乘 A 向量咧等於 A 向量嘅模嘅平方。呢個咧一定要知道啦，好冇？呢個係公式嘅其中一部分，即係呢個唔係好難啫。OK，即係相同可能咪咁樣嚟咯。呢個就係第一個啊，知唔知道？好啦，咁呢度咧照寫啦。A 講咗有交換率咧，我呢度調轉寫都冇問題嘅個模，OK？咁然後咧，佢呢啲已經俾晒你啦，你照代落去咧，計晒佢咧就係答案嚟啦。咁我唔同你逐個做，好唔 OK？呢個知道。好啦，第二題咧，佢調翻轉啊，話俾呢嚿嘢等於負4。咁你見到呢個新向量同第二個新向量用點乘，咁你咪用乘法分配率乘開佢咯。咁我呢度跳咗一步啫，咁你應該睇得明嘅。到時所有嘢代翻晒入去解方程，咁解翻個夾角嘅餘弦值就得。嗱，記住啊，呢條題目佢淨係問你夾角嘅餘弦值，即係你計到 cosine 等呢嚿嘢等於幾多就贏啦。OK，咁呢個咧唔需要我點樣講啊？你哋試下做到。好啦，
跟住呢第三題咧先講啊，嗱平行四邊形咧，你哋以前喺初中做幾何做到依家咧，呢個咧都好重要係咪？一講平行四邊形就有啲平衡嘅嘢要用嘅，好冇？好，跟住自己畫個草圖，佢話咩4倍啊3啊嗰啲咧，長短即係冇乜所謂啦，我哋要個係個草圖好冇？隻句寫啱啦，三分派寫喺度，OK，三分派即係60度啊，大概知啊。跟住佢話求 AD 向量乘 BC 向量，OK，AD 向量乘 BC 向量，OK，嗱睇方向下，我哋咪淨一條線平衡啊。我哋睇向量嘅時候咧，要注意呢個向量呢個向量咧，佢哋而家叫做共線啊嘛，係咪先？叫共線啊嘛，咁啊，所以我而家要共線嘅話，咪即係兩個向量嘅夾角係0度咯。嗱，記住啦，呢個咧亦都係解題關鍵啊。呢個係 AD 同 BC 咧，佢本身咧就係喺平行四邊形裏邊嘅對邊啊，而且個向量都啱數啊，咁所以咧就係夾角係0啊。但係另外一個問咧，佢係問你 AB 乘 CD，AB 乘 CD 知道嘛？呢兩個咧係共線得嚟反向，知唔知道？咁共線得嚟反向，我哋點處理咧？就係要將佢點啊？要將佢個夾角寫成係派，即係180度，因為反向咗，知唔知？咁呢個自己注意翻啦。OK，呢個又係另外要注意噶啦。OK 嘛？咁其他代數字我就唔講啦，反正 OK。好啦，然之後佢最尾個問你 AB 乘 DA 係幾多？呢個咧又係要注意嘅。點解咧？喂，AB 乘 DA 喎，咪三分派咯？呢個係錯啊！嗱，你記住，佢哋而家個狀態並不是尾巴對尾巴係唔用得公式住。點樣可以做到啊？令到個尾巴搬到嚟咯。咁呢個先係佢哋嘅夾角啊嘛。你諗下，呢度一條直線，呢個係三分派，呢個係2/3派啊，知唔知啊？OK，咁所以注意啦，呢度係派減三分派，係2/3派嚟嘅，得唔得？呢個要注意翻啊，好唔 OK？好，嗱呢個注意咗之後，我哋操作咧就記得2/3派咧，我哋只不過係負嘅 cos，即係淨係呢個，淨係呢嚿嘢就係負嘅 cos 三分派啊，知唔知道？變翻做銳角，不過負值，好唔 OK？咁呢個自己注意啦，得唔得？要轉翻佢啊，呢個係一樣㗎，可以嗎？咁你出到答案㗎啦，好冇？好啦，到第四題，第四題都冇咩特別啦，即係反正你哋注意翻。A 嘅無唔係即係無嘅長度只能係正數咯。咁有啲題目以十字分解嗰時就自己分解下啦。呢條解方程啫，當 B 嘅無嘅平方係個二次項咁咯。好嘛，寫得唔係咁好。OK，呢個就係當十字分解咁做得㗎啦。呢條冇難度啊，冇咩特別要注意。OK，好啦，第五呢條題目咧，佢有一個咧要知嘅就係話好多時佢俾無係兩個向量新嘅向量嘅無。但係佢要拆翻做入邊咧，你千祈之唔好寫成唔等於啊！我先講咗先啊，唔等於兩個 A 模加 B 模啊，冇呢樣嘢嘅，知唔知道？點做咧？你只能夠將佢平方咗嗱。點解可以咁操作 ？OK，其實呢一個向量嘅模佢已經有一個長度，呢個都係一個值，一個數值嚟嘅。所以兩個向量咧，兩個值去平方去咧解咧係冇問題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題目佢係問你呢一個，你睇下。你睇下，佢問你 A、B 夾角，我哋而家喺向量嘅畫面裏邊要求到夾角喎，咁唔係只有呢條公式先至會楞到佢哋嘅夾角咩？你自己諗下係咪？咁呢條公式嘅前一步係咩咧？嘅 A 模、B 模係咪？跟住咧，本身等於咩㗎？嘅等於 A 向量乘 B 向量啦，係咪先？點解咧？我哋要將佢平方咗佢咧？完全平方咗佢咧？個原因好簡單啊，就係因為我唔完全平方。呢兩個本身加點變成咧，記唔記得高一嗰啲咁樣嘅中項運算啊？有啲唔記得睇翻啦，知唔知啊？凡係兩個相加變相乘嘅，我哋都係要咁做噶嘛。即係譬如之前佢話咩 sin alpha 加 cos alpha 等於幾多，跟住問你 sin alpha 乘 cos alpha 等於幾多嗰啲咧，多咗個又要兩邊平方，多咗個 sin 平加 cos 平係1，咁先計到個中項嘅。上年嗰啲啊，個原理一樣㗎，知唔知啊？咁所以咧呢個咧要注意，得唔得？呢個要注意 ，OK 嗎？凡係有啲咁樣嘢問你兩個相乘係幾多啊，或者甚至問你夾角係幾多咧，你都要透過完全平方去處理，知道嘛 ？OK，好啦，頭先講到話呢一個無嘅平方，呢度係跟到個平方，咁梗係搞得掂啦。但係點解呢個無嘅平方無啦啦變咗括弧嘅咧？頭先我亦都講過啊，如果呢兩個合埋，我俾個名佢叫 C 向量，咁 C 向量嘅平方即係 C 向量乘 C 向量啦，點乘啦？
係咪就係等於 C 向量嘅無嘅平方咧？係啊嘛，係咪先？頭先咪講咗一次啊，係咪？咁所以呢個咧可以將佢變到咁，咁你到時先至可以做一個叫平方，完全平方先出到中項啊，知唔知啊？OK，咁啊記住咯，呢個完全平方自己小心啲做啦，有中項噶啦。然後 A 模 B 模咧都俾晒你啊，呢啲俾晒嘅。而家我要計呢一個，咁所以核心嘅咧就你要將呢一個咁樣嘅 A 向量點成 dot B 向量咧，要將佢啊化翻做咁嘅形式先得，知道嘛？淨係呢嚿啊，用公式化翻去咁樣先，到時你先有嘢噶嘛，知唔知啊？代晒數字落去移個對面 ，OK，cos 幾度係零啊？啊二分派咁啊做完啦，得唔得？OK 嘛？咦咁會唔會有二分三派咧？冇啦，即係夾角，你冇理由咁大隻噶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即係反正咧就係佢哋兩個係互相垂直嘅，係咪咁啊？即係咁，定係咁，兩個都一樣，好冇？而家就一樣，知唔知道？可以啊，OK。好啦，道題難少少啦。嗱，道題咧點解我打粒星咧？係因為佢解題嘅時候咧有啲步驟咧，你唔記得咗呢個步驟咧，好難解題啊。但係我哋咧都應該有啲方法做一做，去諗諗點樣。嗱，譬如佢而家問你 A 點乘 B 向點乘 B 嘅值係幾多？咁我哋咧肯定就係要出到呢嚿 A 乘 B 啊。咁所以其實咧，我哋呢一個咧，我哋首先要有 A 加 B 向量係等於幾多先？咁你平方完先會出到呢個 A dot B 啊嘛？明唔明我講乜啊？嗱，好似頭先嗰條嘅原理啊嘛。佢問你佢夾角，你都要出呢一嚿 A 點乘 B 啦。咁而家佢問你 A 點乘 B，咁你冇 A 向量加 B 向量點搞咧？係咪先？所以第一步咧，你會將呢一個啊要記啊，就係將呢個 C 向量移嘅對面變成負嘅 C 向量啦。跟住兩邊平方咗佢，個負消失啦。跟住完全平方嘅時候咧，就揾到個中項出嚟，啱唔啱啊？呢個就係你要嘅答案，代數字就答案嚟㗎啦。咁所以呢條打粒星咧，唔係佢運算量好大，而係有啲方法咧，你要去記一記，知道嘛？呢一條記住，我哋要做嘅操作就係首先我哋個目標係 A 加 B，所以呢個咁樣嘅C 向量咧就冇得留低啦，一定移過對面，呢條係關鍵啊，得唔得？好啦，第七題又係有啲嘢要注意嘅，就係垂直 ，OK？呢個有個垂直，呢個有垂直，OK？嗱，咁啊兩個向量垂直咧，我哋先講啦。頭先我講過，頭先講個例子啊，其實嗱呢個兩個向量啊，一個 A 向量，一個 B 向量啊。如果兩個垂直咧，其實冇固定位置，反正呢個條線垂直就得㗎啦。如果咁樣擺，佢哋嘅夾角係幾多度睇唔出？咁樣擺夾角就係90度。但係如果我咁樣擺嘅時候咧，我咁樣擺嘅時候咧，我哋呢一個咧就唔係尾巴對尾巴，不過就算我搬翻過嚟咧，我呢個都係90度啊。只有垂直嘅情況咧有咁特殊嘅性質啊。OK，咁啊垂直有咩特別咧？就係 A 向量同 B 向量嘅夾角就係90度，所以 cos A 向量 B 向量咧嘅夾角咧就係等於翻 cos 嘅二分派喎。個 cos 二分派咪就係0咯，知唔知道啊？cos 圖就係咁噶嘛，係咪啊？咁樣，咁所以二分派咪就係0咯，好唔 OK？咁啊自己注意下咯。意思就係話佢哋嘅內積會等於0喎，垂直就係內積等於0啊，知唔知道？自己記住啊。咁所以佢話呢兩嚿垂直，我哋就寫佢哋嘅內積等於0，呢個要記啦，知唔知道？記得寫翻點啊，知唔知啊？呢個新向量啊，要一點啊，呢個都一樣寫得出嚟，好冇？咁跟住我兩條式乘開晒佢啦，咁當然就會突咗個中項出嚟啦，因為佢而家問你夾角啊，又係要問佢嘅夾角啊，即係我要問呢一隻係幾多，咁所以首先我哋要知道 A dot B 係幾多先嘅，如果咪做唔到，知唔知道？咁呢兩條式其實咧就不太複雜啊，因為題目裏邊咧佢俾咗兩條式你，我哋要求呢一嚿嘢咧，你只要想盡辦法咧，將呢啲咧掹走晒就得㗎啦，知唔知道？咁我哋因為兩個咁啱咪7啦，我哋要撳一個先，知道嘛？加減先完快咗一個先，就會出到呢條式，好冇？咁你一移項就知道係1/2一個 B 向量啊 ，OK？ 得唔得？咁所以呢一度佢代翻落去一式，或者代二式冇所謂，代一式二式都一樣 ，OK？ 即係反正而家個做法就係話聯立方程咯，聯立方程。嗱，你聯立完呢度之後咧，佢代翻呢嚿嘢落去條一式度，代翻呢度，知嘛？我哋就會有。轉翻去式先啊，因為費事大家睇亂啊。
OK，哇，呢一隻啦，即係我呢度熒光筆嘅意思係轉咗等量代換嘅地方，好冇？就係將呢嚿等量代換翻落嚟，好嘛？咁啊，1/2乘6，56咁啊，咗8，就係咁樣嚟嘅，知唔知道？好啦，呢個搞掂咗之後咧，我哋咧化簡完就發現 A 向量嘅模等於 B 向量嘅模，咁本身咧完全平方就可以分出正負嘅，但係因為佢係向量嘅模咧，就只能係正數，你唔會理個負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就好容易可以計到嗱，代翻呢條式啊，我寫代三式喺呢度 ，OK。既然 A 向量嘅模等於 B 向量模咧，我哋呢度咧只需要將佢化簡一下。呢個本身公式咧就係咁嘅樣。如果我將 B 向量嘅模A 向量嘅模化翻做 B 向量嘅模咧，呢度就有個平方同呢個平方約咗噶啦。咁到時就會有答案，知道嘛？因為 cos 夾角係1/2，證明佢哋呢個角就係等於咩啊？3分派。呢度記住咯，又有升，因為佢操作上嚟咧係步驟係複雜少少，難諗少少嘛，係要兩條式出聯合方程嘅，呢條一式，呢條二式咁樣，知唔知道？一式二式 ，OK。到時我哋咧首先就因為而家咁樣咧，1個、2個、3個未知數係做唔出嘅，所以咧我盡量就話約咗呢一個先。咁到時有佢哋嘅關係再度翻學是但一條式，個邏輯係咁樣 ，OK。咁啊還好啦，不太複雜啊。好啦，到呢條。咁呢一個咧就呢一條都有向量意義嘅，但係有前邊咧有少少去補充翻，就係之前講過咁樣嘅定比分點公式啊。嗱，定比分點公式咧，好似呢個圖咁咧，你要知就係話，如果一個直線上邊嘅線段啦，A 同 B 呢個線段上邊有一點 P，如果我知道 AP 比 PB 係1:2嘅話咧，當然我唔會寫1:2啊，寫 X 同 2X 啊，反正你知道佢咧就係叫做1:2。咁公式嗰陣時點寫嘅咧？就話你要當呢個係 M，呢個係 N，咁而家 M 比 N 咧就等於1:2啦，咁樣好嘛？咁公式講咩㗎？就係原來中間呢個向量咧喺當個端度指出嚟嘅向量咧，到 A、B 兩個端點線段兩端點嘅向量咧，咁就3隻雞爪咁樣。佢原來中間嗰個 CP 向量咧，佢條公式咧就會等於一個比例嘅 CA 向量，再加上一個比例嘅 CB 向量，咁呢條就係所謂嘅向量嘅定比分點公式。但呢個比例係咩咧？就係分母係 M 加 N， 咁 CA 咧 ，CA 指咩？CA 係指呢邊喎，咁分子放邊啊？就係放對加嘅，記住啦，放對加即係放 N 嗰邊。咁 CB 向量咧係指呢個啊嘛，分母係 M 加 N， 但係咧分子咧佢係用對加用 M。呢度記住喎，放對加啊，知唔知道？呢度係公式嚟嘅 ，OK。咁當然仲有個性質啦，就呢兩個加埋一定係1嚟嘅 ，OK。原因何在咧？因為呢個喺呢個公式裏邊搞清楚啊，我唔係話兩個數值加埋1啊，喺公式裏邊嘅呢一嚿加呢嚿一定係1嚟嘅，聽唔聽明啊？因為 M 加 N 分之 M 加 N 咁所以如果你題目佢俾個咁嘅性質，你好多時咧，我哋係要利用呢個性質加埋等於1咧，先解咗啲未知數先，好多時係咁，得唔得？呢度順帶一提，好冇？好啦，咁我睇呢條題目問咩啦？基本嘢講完啦嘛。呢個就話已知點 P 為三角形 ABC 上邊嘅一點，即係頭先我講嘅啦，可以用定比分點啦。有呢一個咁樣嘅倍數關係。首先 BP 向量係等於2/3個 BA 向量，即係話呢條係2/3，咁成條係3/3嘅時候，佢就佔2份。咁所以我會寫呢個 X 呢個 2X，呢個唔需要特登去解釋啦。你自己注意下嗰啲線段係點樣比寫翻準確嘅數值出嚟就好做啲。因為明知用定比分點公式，如果我仲保留呢個3X，其實作用不大，反而我係要知 M 比 N 係幾多，我先好做。知唔知道？OK， 好啦，設 CP 係呢個，跟住問你 X 減 Y 係幾多？OK， 睇下先 ，CP、CA 有 CB 有，咁用翻定比分點公式咧，一出嚟咧就得噶啦。向量嘅定比分點公式試試喎，1:2，所以1加2做分母。CA 喺左邊，但係個比例分子就跟右邊嘅2。OK，CB 係右邊嘅向量，但係個分子就跟左邊嘅向量1份，知道嘛？咁你一計出嚟，我哋做一個比較係數法，點樣比較啊？呢一嚿同佢係咪一樣樣先？所以 X 一定就係等於2/3，知道嗎？然之後呢個 Y 一定等於1/3，清唔清楚？就咁樣得出嚟嘅比較係數法啊，自己注意翻啦嚇，得唔得？咁到時 X 減 Y 就代數字啫，呢個唔難啦。好啦，第二
佢俾咗啲邊長你，話呢個係6，呢個係3，跟住隻夾角咧，睇下靚唔靚啊？CACB 點為之靚啊？一定要尾巴對尾巴，哦靚，佢真係俾咗個咩喎？真係俾咗個2/3派俾我。OK， 呢個角就係等於2/3派，佢俾嘅，呢個 OK 嗎？好，然之後佢問你 CP 點乘 AB 係幾多？喂，搞唔掂喎！CP 點乘 AB 點計啊？唔識計喎。通常咧啲題目咧，佢俾啲咁樣嘅向量你，唔係我哋一望就知道佢夾角，因為我哋個夾角係呢隻啊嘛，我哋冇可能咁樣嚟噶嘛。我哋俾嘅夾角係呢個，所以其實咧，如果點乘嘅時候係 CA 點乘 CB，我計到咯。但係如果係 CP 乘 AB 咧，我哋就計唔到咯，係咪先？咦，咁有冇辦法將佢哋化晒做 CACB 咧？係有嘅。第一 CP 等於幾多個 CACB 咧？我哋喺上一題咧已經計咗 ，OK， 已經計咗。呢一個就係 CP，就係等於2/3個 CA 加1/3個 CB。好啦，咁呢個解決咗啦，化晒做 CACB 啦，因為到時先可以用內積計啊嘛，係咪先？咁呢一個 AB 點算啊？唔緊要，AB 本身咪就係 A 去 C 再去 B 咯。咁所以 AB 向量本身就係 AC 一個啊，即係咩？一個 AC 即係咩？即係負一個 CA 咯，係咪啊？OK， 再加上 CB 咁呢度咧自己知啦。呢個我 A 啱 ，AB 係等於 AC 加 CB，OK，咁即係你睇到見唔見到呢度擺咗個負好耐啊？呢度。就係等於負嘅 CA 咯，係咪啊？頭先解釋咗點解反向嘛，已知嘅 CA， 但你今次用到嘅 AC 咪負嘅 CA 咯，可以嗎？咁你呢啲用個乘法分配率一乘開晒佢，到時啊將有數字嘅6同埋3咧都擺晒落去，因為佢已知其實都幾明顯㗎啦，佢俾埋呢個模，俾埋呢個模，俾埋呢隻角，其實就係暗示咧，就算佢幾核突都好，你要想盡辦法將佢變翻做 CA 同埋 CB， 就算反向我都要變負號。到時乘開晒啊，放晒啲模落去就係答案嚟㗎啦 ，OK？ 因為呢啲長度佢全部俾晒你㗎，呢啲啊，全部俾晒㗎啊 ，OK？ 每一條都俾晒啊，咁連佢哋嘅夾角我哋又俾埋啦，呢個係嘛？呢個2/3派又俾咗啦，俾晒啦 ，OK？ 咁呢條數咧就做完㗎啦，可唔可以？最麻煩係呢幾條啫，即係一路講緊嘅就係6、7、8呢3條係最麻煩嘅。第8條我覺得佢出嘅機會幾大嘅，但係可能會改少少。OK， 好啦，last 一條，佢話已知向量 AB 滿足呢啲又係模嚟嘅啫，呢啲唔好理佢啦，滿足呢個，跟住咧又係俾兩個互相垂直你啊，互相垂直，記住啦，佢嘅意思咧就係佢哋嘅向量嘅內積等於0，自己記住呢樣嘢，知嘛？因為夾角係90度，內積係等於0。嗱，記住啊，今次唔係0嘅向量啊，唔好寫喺上面尖嘴啊，因為向量嘅內積出嚟係值嚟嘅，知道嘛 ？OK， 咁我就將呢句咧寫咗出嚟乘開晒佢，因為佢啲模俾晒你啦嘛，呢啲全部有數字㗎，知唔知啊？俾晒你㗎，綠色對翻綠色啊。咁我哋到時咧一計就知道內積係幾多。OK， 好，第一個問你夾角係幾多？你諗下，我連佢內積嘅值係等於-4我都知道，係嘛？咁我哋其實問你個夾角係幾多啫嘛？夾角點搞啊？夾角你有模咪就係做完啦咩？即係其實就係要用翻記住頭先提你哋好多次，求夾角兩個向量嘅夾角，你咪用內積咯，係咪先？反正呢嚿就係頭先計出嚟嘅-4咯，呢嚿一直計出嚟係-4，我只不過呢度幫你移項啫，好唔好啊 ？OK， 佢問你夾角係幾多？你計到原值係-1/2。哇，點解係負數嘅？我講過，如果係負數即係鈍角啫。你調翻轉諗下，佢係正1/2嗰陣時係幾多度？係3分派60度啊嘛。咁佢係負咧，咪爭咗180度減咯。所以答案就係2/3派。呢一個咧喺頭先我講誘導1號嘅，即係叫做基本誘導嘅時候咧講過啊，你要注意翻，知唔知道 ？OK， 自己留意翻呢個點做。好，第二，定義平面非零向量之間嘅一種運算。呢條麻煩啦，升就係 A 升 B， 咁會等於 A cosine B sin。OK， 求呢一個值啦。基本上咧，你唔好太擔心。其實佢咧呢個係一個我哋嘅 function，即係咩咧？呢一個係一個函數嚟嘅。你分清楚兩個主角咧就可以啦，好冇？第一個主角係 A，第二個主角係 B， 但係佢唔係即係真係 A、B， 而係代號嚟嘅啫。即係話喺佢求嘅呢一樣嘢咧，佢都係叫你求一嚿咁嘅嘢嘅模嘅啫。
知唔知我講乜嘢？甚至乎絕對值啊！睇佢出嚟係咩？你睇下，佢呢個係加減嚟㗎，所以佢出嚟係向量，所以都係扣模嘅，知唔知道？佢唔係呢個唔係內積嚟㗎，知唔知啊？呢個係符號嘅運算符，即係呢個 function 就係做呢樣嘢嘅，知道嘛？咁我哋對翻啦，A 真正嘅 A 咧，其實就呢個根三嘅 A 向量，真正嘅 B 咧就呢個負 B 向量，清唔清楚？咁我哋根據佢嘅要求，只要塞翻上去得啦。A 向量就 A 乘 cos，B 向量就 B 乘 sin。咁我哋而家真正嘅 A 咧係佢，所以咧就係呢個紫色嘅去乘 cos，得唔得啊？呢個負 B 第二個主角就係乘 sin，對翻啊，知唔知啊？自己對翻啲位置，知唔知道真正嘅 A、B 啊？冇俾佢本身個括弧裏邊嘅呢啲嘢騷擾到。我就算呢個係 M 同 N，我都係咁做嘅，知唔知道？只不過特登放 A 咧係擾亂你，好唔好？得唔得？冇需要太理會呢樣嘢先。咁因為佢哋嘅夾角 θ 咧，其實啦，我哋啱已經計咗啦，即係呢個 θ 就係啱啱我計出嚟答案嗰個3/2派啊，小心啲做，知唔知道？呢個 θ 就係我哋啱計出嚟嘅夾角 ，OK， 3/2派，照度落去，即係有啲冇啦啊，反正而家呢一個就要出嚟嘅一條式啊嘛，但係我而家計咗佢第一步啫喎，點解啊？我都未計過模，係咪先？我都未計過模。咁所以而家我哋咪要將佢呢一個咁樣嘅向量點啊？我哋要將佢計模喎，係咪要將佢啲嘢抽晒出嚟先啊？嗱，首先你要注意呢樣嘢咧，你千祈唔好以為呢一個平方加呢個平方可以根治佢模，絕對冇呢樣嘢啊 ，OK？ 得唔得？因為點解咧？佢 A 向量本身有自己嘅長度，B 向量都有自己嘅長度嘅，我哋唔可以立亂嚟嘅，得唔得 ？OK？ 咁呢個要注意翻啦。好，嚟呢一嚿係佢問嘅平方版本。因為你只有平方，你先可以揾翻 A dot B 有翻個夾角，知道嘛？因為淨係呢一度咧，你要計個模咧，你呢一嚿嘢本身有自己嘅長度，呢個直接有自己嘅長度，你唔可以揀嚟嘅，所以你要快到最揀，知唔知道 ？OK， 好，就係呢嚿嘢，成嚿嘢嘅乜嘢啊？呢嚿嘢，佢問你佢嘅模啊嘛，係咪？咁係咪就係將呢一嚿嘢點啊？放翻落嚟咯。即係反正而家呢一嚿嘢計完，呢嚿嘢計完就係咁嘅樣啊嘛，咁你咪放翻落嚟咯，得唔得先？可以啊。咁我哋放翻落嚟之後咧，就發覺佢有個咩啊？有個公因數2跟3，我抽出嚟啫，負2跟3抽出嚟啫。OK，呢個係抽公因式就唔好太擔心，唔知係咩啊，純粹就係呢一嚿嘢，佢要你計嘅係呢一嚿嘢嘅模，所以我咁寫，將個抽出嚟係咪？將佢抽出嚟平方咗先，之後抽出嚟。剩低嘅呢一嚿嘢咧就好簡單啦，頭先講過係咪？就係完全平方公式 A 模 B 模 2AB A dot B 啊，記得呢句寫翻一點啦，知唔知道？咁呢個已知，呢個已知，呢個咧我連夾角都有啦，就係嗰個頭先計出嚟嗰個3/2派咧，呢個啊計咗啦嘛係咪？咁所以代晒數字落去咧就計到答案㗎啦。但係記得我哋計出嚟係平方版嘅答案，我哋將佢開翻方，知唔知道？係3，因為佢係一個模嚟嘅係長度，咁所以咧出嚟咧答案咧應該係一個正數，唔會係負數噶啦，所以答案係3，知唔知道？OK，咁呢條片講到呢度先啦。